哦，你拉吃啥物事叫？炖蛋，你今朝中饭就是搿个炖蛋啊？可难了。搿啥道理呢？我出去把它给什么饭吃硬个么子。哦，医生讲只吃牛膈，所以是炖蛋。哦，你们也是我也是给营养。不眼菜，不眼菜，有2只蛋是呢，笃定来好还当得上啊。哎，我平常个营养素开2只蛋，日2只蛋。不但是这个生命之源，来哎，不但是我来只带下来的哦。搿个蛋里向现在说不清画不出，一斤菜鳖，搿样菜鳖，关样菜鳖。我一直听啊，我个中午么就3吃子么，也会得85岁数，也分得过脑样病的这样病。菜鳖个慢病我一也分得。有叫医毒攻毒。哎，没个。